各位兄弟平安，这是吟诗学乐的时间开始哦。吼，这是咱先来看，那会当的，咱会当看头前的信息，会当把信息提出来吼。咱来看信息，安尼迄个有线谱吼，有音来关关加加，安尼看了咱较清楚。那会当的，咱看头前的信息，把信息提出来并来看吼。好，这是咱先来唱信息395首。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咱再唱一节就好。来，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恩宠，在你所给。心内最好的你面前，对主保卫大地世情。咱真实的一首诗歌，因为即届的头一首、第10首是有较咱毋捌唱过吼，我嘛头一届唱，所以我就为后壁安尼唱来头前吼，倒着唱。所以咱即是来看590首。590首，最好朋友就是耶稣。这首诗歌，咱唱2节，吼，第1节甲第2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最高的。诗歌，咱嘛听到咱足水的和声吼，那是咱长老会的传统。那较实的诗歌，咱就自动咱的分布是足好听的合音吼。所以咱来看194首，194首。这首咱嘛唱第1节甲第2节。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开我耳孔，互我听见；开我嘴唇，互我意爱。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耶稣启示真经真理，在我手中。
煞车咱来看第10集，第10首哈，第10首。这首诗歌，咱来看伊的歌名吼，真，我点真追找主上帝，真安静的一首诗歌。咱若头一摆听哦，这是咱先请信歌队为咱来唱第1集，互咱来大家听一届，咱才煞才来唱这3集吼，来。第1集来，真我定睛对找主上帝，愿看有着好定目标，包含全世界，其美丽到真可爱，从主好定完美世界，咸也有茫茫。第2集。这是请咱备万心来敬拜上帝。请咱备万心来敬拜上帝。
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擦消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的目睭前。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世较白。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10首，情我恬静对找主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伫你的面前，阮着谦卑屈家。你的话透过真侪福声临到伫阮，阮感谢天父，互阮得到启示教示，佮指点阮，知阮家己的过失佮罪性，通过天父的救赎来得到赦免清气。求天父帮助阮，搁较认捌真道，生命换新成长，活出基督徒的样相。伫生活上有好的行答行为，好胆见证主的名。天父，有时阮伫服侍顶面，掠做家己无啥才调，嘛无够熬，心内有想要去做，煞无去顶当半项。心有余，力不足。总是阮若有批判心，伫所着服侍的事项，经过阮合齐、同心努力，也通有淡薄成果，鼓励进一步服侍，后来也得到报赏。相信一切的帮赞对阮开始做工就会出现，拄亲像早前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样。因若行进前，天父的降级就要死了一直出现。毋过因若想要活倒转行翻头，这个赏赐甲供应就会消失无去。主若差派什么人做工课，交代什么人心接工程，就要互伊有够额的知识甲温事，有力通担，佮充满信心来进前。正主所交代的调明。台湾北部的神学教育对1872年开始，马介博士来到淡水传教，伫牛顶学堂栽培在地的传教者，后来又对淡水徙来台北相连，
了后，佫搬到现在岭头这个所在。100多年来，有教育培养真侪优秀的传教者，受造就训练来牧养台湾这个岛屿的教会，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服侍，固守主所交代的羊群。恳求主继续施恩带领台湾神学院这间学校，降级因的欠缺，伫面对时势变迁、新的条件转变，有好的使命意向，以及完整招备的神学教育，荣光主的圣尊名。回想今年经过日子，接受到前2年以来的 COVID-19 疫情，互阮真大压力困境，搅扰着日常生活。检查阮的同事、亲人、朋友捌确诊过，身躯受到创伤、限制拘束，精神无安定。阮感谢天父怜悯，互疫情这个艰苦、无爽快，渐渐伫要过去，店边要恢复正常。恳求天父看顾，阮有好的调整准备，顺势迎向头前。呾真紧要进入感谢节、圣诞节的节期。这人教会伫年底进前，也有袂少事工爱做，也有计划明年2023年度的聚会甲活动。主要束缚伫阮同心所参与的服侍，眷顾阮众会友大小。恳求主保守施恩，心神勇壮无失落，身体勇健无野懒。阮兄弟若有拄着欠安、恶担当的事，求天父安慰、扶持、医治，互阮通领受对主来满满的平安甲喜乐。这是阮同心要照主耶稣教是阮的祈祷来出声。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请坐。咱来看圣诗后面的启应文，启应文第6篇，启应文第6篇，咱三甲来交托。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啊，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咱三甲过来吟诗，圣诗194首，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同心搁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阮人生的路上，会拄着爱选择、爱做决定的时，若亲像伫相车路口，毋知要经叨一条路较好较是，阮着求叫主神听主的声，顺探主的指示，随时对主来行。求天父将真理放伫阮的心内。互阮靠主勇敢面对挑战，也行过弯曲崎岖的路站。感谢主时刻保守带领阮，人命得到换新。祈祷靠主的名求，阿免。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路加福音第10章，咱要对38节来看。耶稣甲门徒继续行，耶稣入去一个庄头，有一个妇人人叫做马大，甲伊接待。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坐伫主的脚前，听伊的教示。马大为着接待，代志多，心压杂，就来甲耶稣讲：“主啊！”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在忙，你若无要无紧，叫伊来甲我斗骹手。主因伊讲：马大马大，你为着代志多，在看路操烦。所需要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拣到上好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愿上帝话进入咱的心。成做咱头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时，请阿萨斯班来献诗，恁若听我。
这时请台湾神学院胡瑞芝老师来讲道，选择迄个上好的。各位兄姐平安，足欢喜来到济南教会，甲大家同齐分享。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拄甲所读的《路加福音》10章18到12节。拄那咱用台语读伊，今仔日我要用华语搁读一遍，互大家有无同款的领受。接下来我要用华语跟大家再念一次《路加福音》10章38节到42节。那这个时候，我请大家可以安静的聆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闭上你的眼睛。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今仔日的故事是发生伫个八大年的枕头，耶稣最后一摆探访马大、玛利亚、拉塞罗的厝。伫个这故事内，有不一样的人物在里面吼。有我们很熟悉、常常都听见的耶稣、马大、玛利亚。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张图当中，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但是画匠也会把拉撒路画在他们的画中。我想那些画匠应该有不同的领受。我个人非常喜欢这节经文，因为可以注意到这里面每个人都是有活灵活现的选择，非常的动态。他们在互动当中，也因为了选择，所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行为。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哪些动作，哪些行动。首先，我们看到了耶稣进到这一个村头，这个村庄。接着，我们看到有一个女人接待他到家里来。她说，她有一个妹子坐在耶稣前面，领受伊的道。马上好像另外一个场景就看到马大在场边忙着做很多事情，伺候的事多。再一个转折，他走近前来，跟耶稣对话，告诉耶稣
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这时候耶稣好像又有一个转折，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回应，转向马大，回答他：你为许多的事思虑忧愁。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是玛利亚所做的那上好，这世上不可剥夺的选择。威廉格拉瑟 （William Glasser）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当代心理学家。他在1961年到1993年建构了一连串取向。那其中我们最常听到的有一个叫做现实治疗，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选择取向。他谈到人生当中每个人都有自由的为自己来做选择。他看到很多受疾病的人常常困顿在自己的选择当中，所以他认为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些行为背后的意图。因此在这个理论当中，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也指出了一些人他所必须要满足的一些需求。或许我们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看。第一个需求是透过生理，好像我们需要所谓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住这些最基本的部分当中得到的满足。另外一个是归属感，我想这当然也是绝大部分人都需要的，体会到一种在关系里面，体会到自我在团体当中是可以爱与被爱的。第三个是权力感，这份权力是一种安全，是一种肯定，是一种掌控，也是一种感到确认能够是掌握的。第四个比较少见，但是也格外的重要，特别对孩子在发展的时候，他们的认知成长以及他们对环境的确认，常常带着重要的讯息，就是游玩、娱乐。因为我们在当中可以再次的体验到喜悦、放松。第五个所提出来的是自由度，他认为自由在这个里面是可以让自己再一次的感受到一种在选择里面是有选项的，就算是在这个选项是有限制的，但是他还是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份选择的行动。对 William Glasser 来讲，所有的行为很多的动机都是来自于一种内在的选择。所以当我们要去了解这些行为，了解这些我们怎么会去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事实上都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透过我们的 want， 我们好像试着要去获取这些东西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我想再一次邀请大家用这样的取向，我们试着用这样的视野来看一看，在刚才的经文当中，马大、玛利亚跟耶稣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互动。我们看到耶稣进入到这一个村庄，想必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大家知道伯大尼对耶稣来讲，那个地方虽然是一个不被大家祝福，但是那边的人却极其的喜爱耶稣，耶稣也极其喜爱这些常常被忽略的人。那一次是他最后一次的访视，我想这个里面带着一种很愿意、很开放走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想必他是获得许多的归属以及自由的。再来有个女人，
他叫马大，马大的邀请好像也回应了他在当中里面所满足的一些需求，他感受到他可以在当中里面是愉悦的，是被爱的，甚至他是爱他所喜爱的耶稣，邀请他来到家中。那份自由的邀请，我想也是大大的满足了马大。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女主人在当中，好像她特别是一种比较安静、比较静态的状态。可是我们也看见，她也在当中，好像体会到这一个在互动里面，她满足了一种归属、自由以及娱乐。她好像坐在耶稣旁边聆听的时候，那份轻松，那份喜悦也在这个当中。同样的，马大在旁边做很多的事情，似乎他也在他的行为里面不断的开始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元素。他或许满足了生理上面的一些需要，让大家在当中里面可以得到饱足，让大家在环境当中得到了舒适。他或许也在里面感受到了一种，好像他不断用这样的服务来让对方或是自己感觉到那份爱，也同样的感受到，因为身为一个女主人，她可以在这个家里面掌控一切，这些需求都被满足了。是不是你觉得在那个对话当中，好像并没有那么完整的感觉到一种深刻的满足感？接着这个故事当中里面所谓的近前来，这一份走向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在旁边选择碎碎念，好像也是一种我有不同的选择来做一些事情，那是一份自由的选择。当他近前到耶稣的面前，开始对耶稣说，要求请求耶稣能够帮助他，那种对话里面好像也满足了另外一种我们所看到的权利自由。耶稣的回答里面，如果放在那5个选项当中，是不是你也可以去把它看为当中里面那一份归属感？因为他爱马大，那一份他很自由的，不会觉得什么话不能说，他可以很真实的流露，那也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他不会觉得来到人家家，他是客人，他不方便说什么，他好像有一个选择在告诉马大不同的讯息。在这个地方，他告诉他他所听见的、看见的，这也是一个归属以及自由。最后有一个很独特的，在这个章节里面，也就是当耶稣提到玛利亚已经做了她所有的选择，似乎那一个选项当中满足了 Glasser 的5个需求：生理、归属、权利、自由以及娱乐。这让我们好奇，他坐在那边似乎什么都没做，但是为什么？这个别人留一个问题给大家，为什么？有没有让你有这个好奇？到底是什么选择让玛利亚可以在这个地方似乎静静的，似乎比较静态的行动出一个决定，却让他得着了一个这么大的满足？选择取向里面，他有告诉我们最重要一个，在刚才我们看到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状况，也就是无论在这么多的选择被满足同时，好像我们自己在过程当中里面常常出现的就是那一份接受跟给予爱，也就是所谓的爱与归属的关系。好像所有的一个我们在行动的
行为，都是在追求，都是在寻找这一份爱与归属的需要。当然，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常常我们会觉得，我需要做什么，我需要怎么做，以及我可以做什么，来让我们获得这一些所谓的需要的满足。到底我们要怎么选择？到底我们该不该选择？事实上，在这个理论里面，用人的想法来看，我们是绝对有自由可以选择的。第二个是我们在选择当中必须要了解自己行为的意图，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些选择里面不是一个自私的，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我们都需要了解这些。心理学上给我们这么多资源，让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想它超过这些理论的看见，好像里面有一个至宝，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讯息在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好不好？现在一起能够回到这一个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发现马大跟玛利亚都有一个关注点，但是他们走出不同的选项。马大似乎比较走在自己的想法，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行。但是玛利亚好像用另外一个方式在执行，看起来他获得了非常全然的满足。可是事实上，马大、玛利亚都代表着我们。我想，如果没有马大的选择，耶稣在这么长的行程、这么长的旅途来到这个家里，他会是口渴的，他可能是肚子饿的，他也可能是很疲惫的。只是在这个时候，马大借由这样的一个看见、热情服务，给予了耶稣。但是换另外一个方向，他有没有再仔细看看耶稣有什么样的需要？这个需要在这份关系当中里面，有没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停留下来，有一个独立独特的亲密时刻？另外一个玛利亚，她待在耶稣身旁，她看见耶稣好像有另外一个不同的需要，她关注他，她看着耶稣，聆听着耶稣诉说种种。这个不断的引发玛利亚继续的选择。她是如何做到的？所以在这个当中里面，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虽然在这些不断的故事里面，我们持续的在进入这些选择，但是我们发现到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一个至宝，那一个不一样的，好像在经文的最后，他点出了要我们去注意。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他已经选择了，他选择了一个跟耶稣在一起，他试着了解耶稣的意图，因为了解他的意图，帮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去做选择以及决定。其实我们常常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很容易去看到马大的不足，但是我却看到马大在里面，他是从一个先注意到努力的靠自己行动出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但是他做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动作，就是当他发现他的需要没有办法获得满足的时候，他没有坚持，硬着心抱怨着玛利亚，或是在旁边做的不甘愿，
他走向了耶稣，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他走向了耶稣，这个在心理学上面是没有特别的强调的，可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主重视我们心理的状况，但他告诉我们一个更至宝的一个讯息，更重要的讯息，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那是一个转折，当耶稣听见马大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开始做了不一样的一个选择，也就是原来坐在那边的客人好像成为了一个这个家的主人，在告诉马大一份很重要的讯息。他在告诉马大他的看见，他在告诉马大啊，我的孩子，你这么辛苦，这么繁杂，但是我多么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坐在这个地方享受一下，或许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弄个吃的，弄个喝的，如何？马大没有注意到这个可能性，但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却给了他一个机会，听到内心的需要，还有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项，来到我这边，与我在一起。耶稣邀请马大进入了这个对话，他让我们看见，我们并不是一直是被评价、被评估，才代表我们有被爱，我们有权利，代表我们的需要才能够因此得到满足。耶稣自己就是那一份满足，他要来陪伴我们。所以，当我们一同来到耶稣的面前，当他今天来到你家做客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敞开你的家门来接待耶稣，邀请耶稣进入马大他们的家，如同进入到你的家一样？当耶稣来到我们的家，我们可以不单单的只是开放我们自己的渴望需要，表达我们里面的一些种种的讯息，但好不好，在今天我想我们也开放的聆听耶稣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最后我们再一次的用安静的心，在这个章节当中，使我们进入到这一份祈祷里面，使我们注意到耶稣已经愿意进到你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到你们的家中做客，他在敲你们的心门。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来到我们的家里，我们更愿意敞开我们的家，让你来到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的至上的客人。在经文当中，里面所有的人好像也唤起了我们自己在家中里面与你的关系。是不是我也能注意到，我常常不自觉地落入在哪个角色当中？那份角色触动了我们内心的感觉是什么？请你帮助我们意识到，请你帮助我们再次的注意到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能更真实的、更急迫的知道我们需要你。谢谢你，因为当你开始对我们说话，当我们能够听见你，我们就是在学习你的样式，我们就是在学习你所说的道理、话语，好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更能因为你的样式而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如何选择。
因为来到你的面前，有你在我们的心中，先选择与你同在，我们就已经选择那上好的，我们就能够知道该如何分辨我们生活当中种种的难处，许多吊诡的事情，许多难解的议题，好像在你的里面我们得到了大满足。所以恳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都有一份开放的心、慷慨的心来接受你的到来。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那今天很高兴的代表学校来到这边，很谢谢你们刚才用非常努力的耳朵听我诉说台语。那台神有很多的变化，这也是随着时代一直在做很多的改变。我想我们在时代当中，但是耶稣从来没变，他是从昨日今日到永远的神。那我想我今天带来一点点讯息，是一个台神现在的讯息。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能够有一个机会来认识现在的台神以及我们的需要。谢谢大家。150年前，只有28岁的马偕对远远加拿大来，台湾就亲像是偏乡。我记得迄边是一个风台天，然后我就来到这，迄面真恐怖，因为就是风台。然后我的手机就一直咧亮迄个土石流的警报，我就真惊行到火敢要雨水冲走。然后突然间就有一种真无助的感觉，是甲第一遍来的时阵真无相款，因为这边是只有我家己。然后就一直想起讲真正有诶，或者讲因的厝顶漏水，然后困便所，我就突然间感觉讲，对，我即马已经到一个偏乡的教会啊。就亲像是我家己上天的家人同款，阮阁是同胞，阁是兄弟姊妹，然后看到这羊群是无才通继续。我朋友落去的时阵，我伫上帝面前就一个悔改，伫上帝面前祈祷，安尼死就死啦，就亲像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就袂当结实济济。伫这个所在，嘉义县环路乡，侪人拢是做实为主，教育水准比较大都市来讲，无遐尼啊会悬，经济收入也无遐尼啊会好，所以这是上大的差别。伫生活顶面嘛有侪差别，亲像草地这个所在，大多数人拢是早早就困，早早起床，因为要去做事。我感觉讲，并毋是地理位置的偏僻，乃是这个偏僻是存在伫人的心内。服侍时间常常是对头来，也会当讲是用一种随时改变的方式做调整。毕竟无一项事工是对头到尾拢无改变来结束。这个事工因亲像只有在夜景。但是敢若无法度收挂，所以有诶事工我其实就是改行，或者是直接暂停。我应该做较侪诶事工是伫同工诶起做顶面。我毋是为着家己行这条路诶，是为着上帝诶旨意。我是伊诶仆人，上帝要叫我去倒位，我就应该顺服。会来到这个所在，也是我甲上帝祈祷讲。我想要到偏乡，上帝也真正回应我的祈祷。离开这个所在去北京教会服侍，有时阵我嘛会安尼想，但是当我进入来详细甲家己的步调来对话的时，却感觉讲，既然上帝已经答应我来这个所在服侍，安尼我就爱伫这个所在有较久长的时间，
除非有真清楚的指示，我应该离开，我才会离开。我认为上帝的路步嘛是爱看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是祈祷，然后伫祈祷的过程中间，其实无上帝爱我离开边仔的记号，也是感动，完全拢无。反倒是伫祈祷中间看到一寡囡仔的面，兄弟姊妹的面，然后伫迄个时阵，我就决定要留伫边仔。若毋是上帝爱我离开，一定有上帝伊的心意。旧年我将我的户口迁徙来遮，这个身份影响是搬过传教者的身份，也帮助我重新调整。我的服侍毋是只有伫教会，也是甲教会有关系，伊是搁较宽，我会当甲搁较侪人来互动接触。马街的宣教事工，现今还搁伫台神继续，对学堂中以及团契生活内面，延续马街精神。阮是一群活伫异象中的人，伫上帝国做梦，同齐兴旺福音，点到生命的火。台湾神学院的校训就是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阮的使命就是要培养一群敬畏上帝、听教会的传教者、甲教会侍奉者，继续传承马街的精神，就是谦卑顺服伫上帝呼召，愿意去到上需要的所在，通过听甲受苦，互人会当经验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拯救甲盼望。也因为安尼，阮真需要正教会兄弟姊妹你的支持、福气甲带导。愿主继续带领台湾神学院，并继续伫遮所做一切的服侍。咱也看过真侪传教者的分享，求上帝继续带领因。即时咱要来吟回应诗，圣诗590首，圣诗590首。咱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是公祷的时间，咱有3项代志要伫遮来祈祷。第一，为着台湾新学院的校务以及学校发展；第二，为着陪伴咱教会抬杠节、圣诞节各项的聚会；第三，为着建堂经费欠缺来奉献人捐以及借款的认领。最后要请王雅玲执事祈祷来结束，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全能够慈悲的天父，今仔日是台湾升学院奉献主日，阮要为着这间装备升学教育甲培养无者的学校来祈祷。愿主引带学校无论伫招生、老师固定的安排、设施的维修、建筑的新建等等，拢有主满满的稳定祝福。升学教育的推动甲支持是咱信徒的责任。阮愿意同齐为升学院来祈祷、关心、奉献支持学校发展。刷落来，教会开始准备大降节、圣诞福音活动聚会。求主看顾阮手所做的工，拢是我靠主的大能来进行。求主加添气力，互参与服侍的兄弟姊妹，大家哪服侍哪喜乐。靠主享受同工的才能，伫服侍中宣扬福音，互阮的性命也成做主的见证。教会建堂是主对教会满满的稳定祝福，建筑完成，互教会当继续发展，做侪侪社会关怀事工。阮的财宝伫倒位，心思意念嘛伫倒位，为教会建筑经费的奉献，互阮搁较爱主，加添甲教会连结。感谢主看顾阮的欠缺，阮献上感谢。阮愿意照大人能力欢喜奉献，荣耀主的圣名。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
请坐。咱来看今日的周报。通知事项，这个月1月长老是由立邦长老。第一项，今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新学院有派胡瑞芝老师伫遮第一场礼拜讲道，并且代表学院来请安甲报告，请兄弟做伙为来关心奉献甲代祷。咱第二场的礼拜要请韩国的宣教师朴君英牧师来讲道。第二项，咱是即礼拜是每个月的月定奉献主日，请咱甘心乐意来奉献。第三，今仔日的圣经学校伫11点要照常举行，请兄弟会记起来参加。第四，咱教会停车场需要清洁甲机械维护，所以对明年度开始有调整即个停车场的管理甲维护的奉献金额，对500块调到1000块。兄弟对今日开始，若会当甲办公室来登记。第五，为着筹募宣教中心的改建基金，咱教会定伫后个月12月11日下11点到3点举行感恩的义卖会，欢迎提供个人珍爱的物品，以及踊跃现场来购买。时间是12月11日，礼拜日透早伫11点到下晡3点，地点是咱教会中庭加地下室1楼的教室。第六项，咱一个圣诞下午茶会，有邀请刘耀静弟兄来见证，从不信到相信，从自以为是到跟上帝的价值观对齐。欢迎大家邀请亲朋戚友来参加圣诞诗歌、生命见证的分享会。这个时间是伫12月11日下晡1点，伫中庭甲主要教室。第七项是自然讲堂，咱台湾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是安怎？咱无一个安稳的厝通来徛，所以咱要邀请长期研究居住议题的廖廷辉，甲咱教会学者来对谈，期待会互台湾青年世代找出一个正义、居住正义的出路。欢迎大家做伙来关心。主题是安住台湾，居住正义与台湾未来。讲员是廖廷辉，这个是奥尔斯的都市改革组织的研究员。有请咱教会曾养恩的牧师，以及大专中心的传教师王伯贤。这个是要请邱凯丽老师来主理。时间是伫下晡的2点，伫这个所在来举行。第八项，七星中会妇女部西小区的一日游，这个是11月16日上午7点50，要伫台北火车站东山门集合来出发。请有报名的妇女准时来出席。第9项，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活动。咱照顾家人的时候，有面对真侪情绪也是压力，会当面对这生活跟工作跟照顾家人，咱有情绪。这个中会相连长青基金会跟咱教会合办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活动，欢迎报名参加。这个时间是伫后礼拜11月20日下晡2点到4点半，伫水利的教室，咱邀请的讲员是吴信如。具体的交通，咱敬亭的林清德长老伫11月初3上午驻金钓鱼倒转去，伊伫世间的日子是86岁，愿上帝安慰。咱的个别礼拜是伫11月27下晡1点半，要伫遮来举行。另外，咱教会郭慧芬姐妹的老爸爸郭聪仁弟兄，伫11月初5安息主怀。这个伊伫世间的日子是82岁，已经伫顶礼拜拜511月11日伫屏东日光园有举行个别式甲安葬礼拜。
愿上帝亲自安慰郭妈妈未婚未孕以及因证为主。有关团契的消息，青少年园地开会通知、教会的消息、顶礼拜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周报。这时，咱要请黄牧师来介绍甲请安。这是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的是何德金、甲张念淑，何德珍、张念慈，欢迎。因嘛是惠珍的这个朋友吼，对德北乐家教会来，欢迎，请坐。过来介绍是林桂香、林湘云、甲聂新宇，这我的阿姨甲表小妹，欢迎。过来介绍是咱住伫美国咱的会友吼，白佑甲谢雅慧，请起立，欢迎，欢迎。过来介绍是洪淑泽甲杨晓峰，是盐埕教会的长老，欢迎。我来介绍的是咱中青学堂咱的学员雷琴英，雷琴英来欢迎。咱甲咱的兄弟来请安，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对。而且咱嘛，搁一遍来多谢瑞士老师今仔日代表新学院伫咱中间的请安报告。好。咱来吟线会诗，圣诗395首，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吟诗后，要请黄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最后所讲，看我念边来，我要带报赏来，照逐个人的行为，甲伊回报。我是阿尼法甲欧米伽，是起头，是煞尾，是开始，是结束。愿守住5万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5万。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遮济。蜜岛散花，今早起第一场的礼拜到遮，咱伫后面中庭有地饼花，若有需要带倒的，请到教会边仔的雨伞骹。